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，台语本身真艺术，毋过嘛，都爱挖考，挖考才会文学家。你想讲100年前才会编歌册、歌仙，还是讲50-60年前将台语写作歌词才会作词家？毋则讲国情今日要甲你做伙来怀念叶俊麟老师。我敬伊所作词一条妈妈歌星，咱先来开讲歌词。较等下，国情再来讲起叶俊麟老师，伊真正互人敬重的所在。歌词讲，人若问你甲我两人到底啥关系？介绍你是我小妹，毋敢讲坦白。虽然是一直暗藏，心内感觉真难过。因为我踮在歌坛，最需要是歌迷。人若知我有努力，火头又遮济，恐惊可比秋天的落花，名声飘飘对落地。这条歌原底是日本曲。原来歌名做《花家之母》，叶俊麟改过了后，变做妈妈歌星。内底内容就是描写讲谈歌坛一个女性养饲家己的查某囝，毋过讲介绍讲你是我的小妹，毋敢讲坦白。这条歌国情特别拣出来，要来纪念叶俊麟老师。原因就是第一，叶俊麟一生写真侪改编的日本歌。虽然日本歌改，毋过台湾味拢真注重。叶俊麟老师本身甲我讲的，伊讲吼，拿到日本曲来到伊的面头前，伊拢会特别研究讲歌词安怎样写，才互台湾人听会下。毋则过去亲像可爱免悲伤，包含讲可怜乱花再会吧，包含讲悲情的城市，这歌自本拢日本曲呢。但是经过叶俊麟老师改过了后，洪一峰唱了，敢无达到迄度？60年代叶俊麟老师和洪一峰合作。就写真侪本土作曲的歌谣，亲像《男儿爱歌》，亲像《淡水暮色》，亲像《旧情绵绵思慕的人》。毋过来到70年代，叶俊麟还佫伫咧发挥，还佫伫咧写妈妈歌星，和洪英红主唱。这条歌尾啊，光辉啦，真侪歌星啦拢重新捌灌过。毋过正原主唱内底佫配口碑，就是洪英红囡仔时代伫宏观唱片所灌录的。过来，国情也要特别表示，因为叶俊麟老师伊的千金。尾也真发展，做甲最高法院的法官退休叶赛英女士，伊家己捌讲过，讲伊本来就想要读中文系，结果伊的老爸甲表示讲吼，读中文有当着啊未来前途，无得甲讲有法度发挥啦，要求伊落去读法律。毋则在国情的心理，叶俊麟老师本身嘛亲像妈妈歌星这条歌的主角同款，伫歌坛来栽培家己的囝儿。过来歌词来讲一切是环境来造成无聊的命运。满面的胭脂水粉打扮长青春，上舞台表演歌唱，引人迷魂笑闷闷。因为我踮在歌坛靠艺术赚钱银，母囝来相依为命，劳苦无议论。哪通怨叹无情的郎君，每日心肝乱纷纷。叶俊麟老师伫咧1988年8月12日来离开去，已经离开20几冬了。毋过听伊这个歌词，真正互人怀念。国情也要表示对这位一生敢若以作词当作主要的事业的作词家，深深的怀念。未来500冬、1000冬了，台湾人若阁原在，叶俊麟就会可比唐朝时代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，可比宋朝时代苏东坡这款的人，文学家，互人来怀念啦。